先生，一人喝闷酒呢？有事吗？找个美眉陪陪，身材超正啊！我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能让我待着吗？等等，有那种可以带回家的吗？那要看你出多少钱了。交了就是了。怎么样？超成吧？来，进来。这儿。啊。说话吧，我不需要这个。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的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那还不简单？这钱。开始吧。